原市立追球场使用已经将近30栋拢无整修，政府即摆因为有定的开辟计划道路，所以需要配合搬迁。市府来向教育体育署争取补助兴建计划经费，由体育署补助1050万，市府提供450万，甲原本的追球场迁移顶建。这个锤球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更新的？我记得我在当议员的时候。那时候锤球运动才刚刚开始，大家很喜欢年纪大的、年长的，还有包括年轻的，因为锤球运动量够，它又不需要像高尔夫那样子，那个是变成很有钱的人才在外国不一定是很有钱，在台湾是高而富，但是锤球是很有意思，那也能够这个促进你的运动神经，那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健康，所以在一时之间，很短的时间内，很多人都风靡锤球运动。但是锤球运动需要场地，所以以前我在台南县当议员，台南县那边比较容易找到场地，因为地方比较大。市立锤球场我们已经30多年了，经过整修，感谢中央体育署补助我们多少？补助我们1000万，我们自筹450万他们补助1050万。加起来1500万，赶快把它做完，要不然如果现在才开工的话，应该就因为物价钢材、水泥都上涨所以谢谢我们中央，还有谢谢议会通过垫付案，很快的时间，我们450万是议会通过垫付案，所以能够赶快如期如职的完工。追球场当时配合台南绿能的政策，设置太阳能的供电设施的厝顶，除了会当提供民众来挡日头以外，嘛会当予整体环境更舒适。新球场启用，台南市长黄启国教育局长郑新辉，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，也佫有真侪位议员嘛拢做伙到现场来进行开球的仪式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